嗱，好開心啦，亦都好高興見到咁多位嘉賓啦，係嚟到現場一齊見證呢個重要時刻。嗱，咁其實咧，我同 Xavier 咧都係嚟自路政署㗎。咁 Xavier 咧更加係負責呢一個項目嘅高級工程師嚟。嗱，你有份參與嘅項目咧，今日終於通車啦喎，心情係點啊？哇！作為有份參與呢項浩大工程嘅一份子咧，我自己都覺得好感動啊！其實要完成呢個繞道咧，真係一啲都唔容易。工程團隊除咗需要克服喺鬧市之中施工嘅重重挑戰之外咧，仲要兼顧環境保育同埋社區嘅需要。不如我有請大家留意一下我哋兩邊嘅熒光幕，一齊欣賞我哋中九龍繞道油麻地段嘅通車宣傳短片，提前感受一下呢段藍色嘅旅程。喺九龍，傳統與現代從來都近在咫尺。從充滿歷史故事嘅油麻地，到迅速發展嘅啟德新區，全長4.7公里嘅中九龍繞道油麻地段，成為連接兩個區域嘅橋梁，以雙程3線貫穿東西，開啟九龍嘅未來新章。中九龍繞道油麻地段將會一條快速嘅替代道路，車輛可以繞過漆咸道北、亞皆老街、太子道西、界限街同龍翔道等嘅繁忙道路。通車之後，車輛來往九龍灣、啟德同西九龍，行車時間將會由30分鐘大幅減至5分鐘。喺繁華同歷史交錯之間，整項工程以智慧突破唔同嘅難關。隧道走線同舊油麻地警署新翼部分地基重疊，工程團隊利用托底加固方法建造新樁柱作為支撐，令到舊警署喺挖掘工程期間仍然可以完整保留。而隧道上方係原有嘅加士居道天橋，下方就係大量地下公用設施。隧道同旁邊嘅住宅大廈最近更只有3.5米距離。喺拆卸油麻地停車場嘅時候，分階段進行施工，並採用建築信息模擬技術 BIM。喺市區咁密集嘅環境施工，真係個極大嘅挑戰。隧道走線途經大約240棟嘅大廈，為咗避開大廈嘅地基，工程深入地底石層，最深離地面約150米，進行咗超過2400次嘅爆破，以建造呢條隧道。成條繞道穿越或鄰近7條港鐵線，隧道同鐵路路段嘅距離最近只有大約3米。喺完成工程嘅同時，亦讓城市運轉從未停步。保育同埋發展唔一定係二元對立，兩者其實可以並行。例如我哋嘅城市喺發展基建嘅時候，原址咁保留舊油麻地警署呢一項2級歷史建築。喺維港下嘅海底隧道分階段施工，進行臨時填海。完成後回復海床。一條道路可以點樣改變社區？啟德同油麻地出入口之上會建造園景平台，分別佔地超過1萬同3萬平方米。油麻地公共圖書館升級擴建，提供更多元嘅知識同文化空間。一條繞道唔單止縮短咗出行嘅距離，更加延展咗我哋生活上嘅可能，擴闊我哋對未來嘅想象。中九龍繞道油麻地段由此啟程。哇！真係非常之期待一陣間通車嘅一刻啊！嗱，我睇完條片之後呢，已經係想像到由今日開始經繞道往返油麻地同埋啟德呢係有幾咁方便㗎。冇錯啊 Avery， 第日大家放工咧可以去體育園做運動又得，去西九睇日落打卡亦都得。呢條繞道咧唔單止直接聯繫咗九龍嘅東西，亦都令到市民第日去香港其他地方咧都變得更加方便㗎。咦，咁睇嚟大家今日翻屋企做冬都可以快啲咯喎！嗱，所以咧真係要多謝咧工程團隊一路以嚟嘅努力。咁當然啦，項目嘅成功咧，亦都係有賴市民嘅體諒同埋支持，同埋各個部門嘅配合同埋協助啦。嗱，我知道我哋嘅主禮嘉賓咧都係有啲説話想同大家講㗎，可唔可以俾啲掌聲請佢上台呢？我哋有請香港特別行政區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女士為我哋致辭，唔該晒局長。
各位嘉賓、各位市民、傳媒朋友同埋我哋最忠實嘅團隊伙伴，同大家講聲早晨。今日呢個場地佈置非常之特別，我都係第一次咧見到咁多位嘉賓咧，我哋站立喺呢度啦，全民參與。咁其實係因為有個特別嘅意思嘅，因為我哋今日咧係首次喺呢一度做咗個開幕儀式之後咧，喺2個鐘頭後咧，我哋就要安排清場同埋咧係準備中九龍繞道油麻地段嘅通車啦。咁所以咧，大家一陣間將會見到我哋可以快速咧執整好呢度嘅場地嘅。咁呢個我覺得今日都係一個好好嘅氣氛。咁其實咧，過去呢幾個月咧，相信大家通過唔同嘅渠道啦，喺我哋個工程進行最後嘅階段嘅時候咧，都聽到運輸物流局、路政署、運輸署同埋我哋嘅工程嘅人員咧，去過唔同嘅場合裏邊咧，係去同大家講講我哋呢一個工程嘅挑戰同埋個難度，以至到係日後通車嘅安排嘅。但係好嘅故事呢，我哋係唔怕講嘅，我哋係應該要再繼續講多啲。相信呢，今日大家呢都好明白同埋係記得呢，我哋呢個項目呢有3個特色，一呢就係上天，第二呢就係下地，第三係出海嘅。成個嘅過程呢係牽涉咗唔同嘅一個建造嘅技術啦，有隧道嘅爆破，我哋有天橋，我哋亦都呢係有其他周邊嘅設施。咁今日咧，我會用2個字咧，再同大家咧深入個民心。第一咧，我會用大；第二咧，我會用細。大咧，一定係講緊我哋工程嘅浩大㗎啦。剛才大家睇片啦，同埋如果有睇到我哋琴日推出嘅最新嘅嗰個視頻咧，就係我哋揾咗路政署嘅團隊去拍嘅。大家咧可以會睇得到咧，我哋成個嘅建造嘅過程咧，因為我哋係要穿越咧喺九龍嘅鬧市。包括我哋有油麻地、佐敦、九龍灣、啟德呢啲嘅地方呢，其實呢，我哋都通過唔同嘅社區。咁下邊嘅管道呢，亦都有好多嘅設施。特別呢，我哋有穿越呢係有港鐵嘅7條線嘅。咁而最近嘅距離呢，同某一條嘅港鐵線嘅，我哋需要做工程同爆破呢，只係得3米。咁但係大家呢，感受唔到，係好安全地做咗。咁而頭先嘅視頻亦都提到啦，喺建造嘅過程之中呢，我哋咧係有做過咧成2400次嘅地底嘅爆破，而咧最犀利嘅咧就係喺爆破嘅時候咧，有啲嘅工程嘅嗰個時間嘅窗口咧，只係得15分鐘，需要喺15分鐘之內要好精準咁樣去預備咗個爆破，以至要去做翻跟進嘅工作咧，呢個咧一定係要咧透過團隊嘅努力同埋咧係科技嘅應用。喺呢個項目之中呢，用咗多個嘅先進技術，包括呢我哋講緊係建築信息模擬嘅技術啦。另外亦都有智慧工地嘅管理平台。呢2項呢，亦都係我哋喺 CIC 同埋係工程師學會呢大力呢去推動同埋支持。亦都喺過往嘅立法會裏邊呢，我哋好多時呢都有聽到議員呢係去推動我哋，要我哋加油。咁所以咧，今日咧係好好啊！呢一個嘅時間，我哋能夠邀請到新舊嘅議員咧同場，亦都咧係有地區嘅區議會啊，同埋民間團體嘅參與嘅。我好開心咧喺度同大家講咧，因為我哋嘅工程浩大同埋團隊嘅努力咧係屢獲殊榮嘅，至今咧已經係獲得咧接近100個嘅獎項，而咧係受到業界嘅廣泛嘅認同。其中，好俾個like 大家100個殊榮係好唔簡單，我亦都希望陸續有來。今日咧都可以同大家率先分享咧，就係英國土木工程學會轄下嘅新工程組織協會咧所頒贈咧業主榮譽大獎俾呢個項目啦，呢個係其中一個大獎。第2個係啱啱先2日嘅新鮮滾熱辣所獲頒嘅呢，就係我哋香港工程學會呢頒俾喺公路同埋鐵路嘅榮譽大獎，亦都係俾呢個項目嘅。其實勞苦功高嘅就係今日在座嘅咁多位嘉賓同埋團隊啦。好啦，咁啊講咗咁多大啦，要講下細啦。細呢係要顯示翻我哋嘅心思細密。剛才大家喺視頻咧都睇得到好多重要嘅地方嘅設施。其實咧喺成個過程之中咧，我哋同立法會議員、
區議員同埋街坊咧係有好多年嘅一齊嘅溝通，同埋咧係得到佢哋嘅理解同埋配合嘅。因為咧當中咧有唔少嘅地方設施啦，包括油麻地嘅玉器小販市場，我哋有圖書館，同埋咧亦都係有一個嘅我哋叫嘅醫療嘅醫院啦。呢3個地方咧，我哋都係咧先做咗重置，然後先至去做個工程嘅。另外，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啦？如果係駕駛人士嘅加士居道天橋穿過我哋油麻地嘅多層停車場咧，當時咧係一路拆，而下邊咧大家仍然係居水馬龍嘅，你係感受唔到喺個油麻地嘅停車場大廈咧一層一層咁樣拆緊。咁所以咧呢個咧亦都係好犀利嘅地方。另外咧就係話，我哋咧油麻地警署而家咧大家咧都知道啦，係一個遊客嘅打卡位啦。但係當年咧團隊咧已經好有心思，預先咧將個走線咧係繞過油麻地警署個舊翼嘅地基，避開咗個舊翼地基，亦都咧去加固個新翼嘅地基，從而咧令到呢一個嘅設施咧而家變成咗一個打卡位，亦都係可以好方便咧旅客去到嘅。好啦，除咗呢啲設施之外咧，通車之後，我哋亦都會喺油麻地嘅出入口咧個上蓋嗰度咧建立咗一個嘅園景嘅空間，係一個好廣闊嘅綠色地帶。個面積咧有32,000平方米，係多達咧有成8個嘅嘅足球場嘅。咁所以咧到時咧我都好希望鼓勵大家，如果係去搭高鐵嘅咧，其實可以搭咗巴士去到西九龍高鐵嘅呢一個嘅巴士總站嘅上蓋，一路行，就可以連接到去西九龍嘅高鐵站同埋港鐵站㗎啦。咁亦都咧係造就到一個宜居同埋一個易行嘅城市嘅。今日喺度咧，真係要再講一次咧，中九龍繞道油麻地段嘅落成咧係殊不簡單，當中咧經歷咗無數咁多工程師嘅汗水同埋咧係努力，喺呢度咧能夠同今日咁多位嘉賓同場經歷稍後嘅開車儀式咧，其實我個心咧同剛才司儀一樣咧，都係非常之感動同埋激動嘅，亦都係覺得好大嘅榮幸。今日咧我哋嘅通車能夠做到咧，除咗經歷咗工程嘅挑戰咧，克服咗當年疫情嘅挑戰，我哋嘅工程係冇停過，我哋能夠如期做到咧，呢一種堅毅同埋係不屈不撓嘅精神，加上工程團隊喺設計同埋興建嘅時候嘅匠心獨運嘅呢種精神呢，係我哋香港嘅精神。今日我哋雖然冇一個好重嘅儀式感，我哋冇一個嘉賓就座嘅場合，我哋係一個與民同樂嘅機會。近日我哋嘅社會經歷過大火，我哋係非常之心痛，亦都係好痛心。而家我哋要經歷大火之後嘅復原同埋復常，但係我哋嘅社會嘅發展同埋經濟係唔能夠停落嚟嘅，尤其是基建、交通運輸基建係要做到基建先行，同埋咧係我哋嘅要製造到我哋嘅一個嘅運力，從而令到帶動我哋整體社區嘅命脈咧係能夠好暢順咁樣流轉。除咗交通基建呢個硬件咧，軟件都好緊要。今日好開心知道咧，我哋嘅專營巴士公司亦都會參與今日我哋呢一個嘅通車儀式，特別安排咗今日通車嘅期間限定嘅特別版。所以咧，我知道我啲同事咧同巴士公司已經安排咗一班嘅巴士迷咧，已經一陣間咧會登上期間限定嘅特別版嘅巴士。雖然佢哋唔係開篷㗎嚇，咁但係咧佢哋係率先嘅首批嘅乘客。呢個係為咗咧揭開喺我哋正式開通個車，聽日咧就係第一個工作天。而我哋咧亦都喺繁忙時間咧係安排咗加咗有8條嘅專營巴士嘅路線，3條係新嘅，5條係調整咧現有喺我哋其他嘅地方嘅繁忙時間咧係安排佢哋咧係能夠通過呢個繞道咧，俾大家市民咧係各取所需。有一啲咧可能佢哋會喺沿線嘅太子道啊、亞皆老街咧，佢哋都需要上落位啦。但係有一啲咧可能係需要直達由我哋嘅啟德去到油麻地咧，享受我哋呢一個嘅基建帶嚟嘅旅程嘅大大縮減嘅一個嘅好處，能夠係由油麻地去到啟德咧，我哋係講緊個車程咧係由整整以往嘅30分鐘
縮減到咧只係5分鐘嘅啫，因為期間係冇交通燈，同埋咧係高速運行嘅。咁我哋咧從做公共交通嘅咧，我哋都會咧一路審視市民嘅需要。咁所以咧，立法會議員可以放心，如果你哋喺民間聽到有啲咩聲音咧，話俾我哋聽。我諗啟德呢個地方啦，佐敦、油麻地啦，都係我哋要希望通過呢一個嘅交通基建落成咧，能夠帶到俾我哋嘅一個契機，更好地去優化我哋公共交通嘅一個嘅安排。最後咧，我哋今日呢一個嘅開通儀式咧，正值咧係冬至，我都有問過我啲同事，擇今日嘅日係咪好㗎咁佢話冬至一定係好啦咁。希望咧呢一條隧道開通咧係能夠路路暢通，同埋今日係一個冬至，係大家同屋企人團圓嘅時候，祝大家冬至快樂，身體健康，家庭快樂嘅。多謝大家。唔該局長，有請局長留步。跟住落嚟，我哋會請埋其他幾位主禮嘉賓上台影張合照。首先有請交通諮詢委員會主席黃士俊教授，運輸及物流局常任秘書長邱卓恒先生，有請路政署署長邱國鼎先生，有請運輸署署長李仲恩女士，有請路政署主要工程管理處處長伍偉康先生，最後有請運輸及物流局副秘書長黃佩文女士。唔該晒咁多位。好啦，當我哋全部主禮嘉賓去到台上嘅時候呢，我哋先俾大會嘅攝影師影一張相先。好啦，咁呢個時候亦都有請我哋嘅主禮嘉賓望一望後面嘅傳媒朋友。好啦，唔該晒咁多位，亦都有請各位主禮嘉賓係留步嘅，因為我哋馬上會進行簡單而隆重嘅儀式。Avery 啊，一陣咧儀式台上咧，你會見到背景寫住龍翔道、界限街、太子道西、亞皆老街同埋漆咸道北呢啲繁忙嘅幹道。其實呢啲路咧都係現時市民咧往返九龍東西主要嘅路嚟嘅。咁你覺得中九龍繞道油麻地段開通咗之後，交通會有咩改變呢？嗱，咁不如咧，我哋就由我哋幾位主禮嘉賓係為大家揭曉啦。嗱，見到儀式台咧已經係準備好啦。嗱，咁每位嘉賓嘅前面咧分別會有個掣，每個掣咧都有個小機關嘅。咁我需要我哋嘅主禮嘉賓咧係將手放喺掣上面。係啦，咁我會數3聲嘅。到期時數到1嘅時候咧，就請你哋去啟動個機關，為我哋介紹新繞道嘅好處同埋特點。嗱，咁我喺度咧都誠邀各位咧現場嘅朋友一齊倒數，好唔好啊？嗱，預備啦，3、2、1。Congratulations！ 我哋恭喜中九龍繞道油麻地段今日正式開通。嗱，呢一刻咧，儀式台上面兩區嘅特色景點咧已經係着咗燈啦，意味住中九龍繞道油麻地段已經係將油麻地同啟德連接埋一齊。冇錯啊，同時發光嘅繞道咧，亦都帶出咗工程5項嘅特點嘅，分別係保育文化、社區設施、工程挑戰、交通便利，同埋最後嘅聯繫東西。好啦，咁喺呢個時候咧，亦都有請各位主禮嘉賓係繼續留步，因為咧我哋會再影一張大合照嘅。係啦，請局長、交諮會主席同埋常秘留喺原定嘅位置，而其他主禮嘉賓